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，现主时这季已经来到小暑。小暑汉字写作小暑，罗马字写作思要笑、思勿暑。笑甲暑拢是第2条。俗语讲小暑过，一日热3分，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，日时会变短。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，日头赤炎炎，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。地汤爱淋雨热，较袂去热着，也是着沙。天气热，就会想要食冰。饲仔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，台南讲是枝仔冰，还阁有田草冰、粉圆冰等等。人讲6月热，田草水美台目，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。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，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。食冰凉凉真爽快，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入。人讲食冰过气经，破病找医生。虽然讲食冰足爽，身体嘛是爱顾。因为热天时啊，大家拢爱食冰。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。毋只俗语会讲，第1卖冰，第2做医生，意思就是讲。卖冰上好趁，过来才是医生。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，就会来卖冰讨趁。有一句甲小暑牵合的俗语讲：6月初1，一雷地交胎。意思是讲，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，无单雷公，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。这是民间传说的谚语，大家参考就好。溜小暑热着沙，小暑过，一日热3分。6月热，田草水美台目，食冰过气经，破病找医生。6月初1，一雷地交胎。听讲这阵啊，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动动。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莲子。今仔日大讲一句，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